街坊們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千祈唔好急住北上掃貨去玩。今日呢件事絕對比你搶到平貨仲要100倍，特別係經常過深圳買嘢、探親、食飯嘅香港朋友，如果你唔聽我講，輕則罰你幾千蚊，重則要食官司、留案底，到時你真係哭都冇眼淚啊！我絕對唔係空口講白話嚇你，我喺呢行打滾咗10幾年，見過太多人踩坑，原本諗住慳翻2-3蚊，買些少新鮮嘢翻香港食，點知仲未踏出海關就被海關人員截停，一張罰單跌落嚟，幾千蚊瞬間飛走，有啲甚至要被帶入去問話，好地地一個開心行程就咁樣毀喺唔識規矩上面。今日我就將壓箱底嘅乾貨全部攞晒出來，每一句都係肺腑之言，聽明白咗，幫你慳飯幾萬蚊之餘，仲可以少惹一身官司。先同大家交個底，我喺呢行見過嘅離譜踩坑案例真係多到數唔晒，有帶半隻白切雞被罰5000蚊嘅，有帶多一包煙被沒收兼罰錢嘅，仲有帶一盆多肉植物差啲要坐監嘅。呢啲全部唔係笑話，係真真實實發生喺我哋身邊嘅真人真事。香港嘅入境規矩表面睇好似好寬鬆，實際上嚴到出汁，特別係涉及食物、煙酒、動植物呢啲，你多帶一口、多拿一件，都隨時踩中法網。千祈唔好抱住我只係帶少少，海關邊有咁得閒查我嘅僥倖心理。而家海關嘅檢測儀器比你屋企個電子秤仲要靈敏，你藏得再深都幫你查得到，到時就唔止沒收咁簡單，罰錢、留記錄甚至拘留都有份。我哋先由最容易踩坑、最常見嘅肉類同蛋類講起，呢個係最多街坊懵懵懂懂、最易出事嘅地方。10個北上掃貨嘅香港人，有8個都想帶啲新鮮肉、生雞蛋返嚟，覺得我自己食又唔係攞去賣，有咩問題呢？大錯特錯啊！香港嘅法律喺呢方面嚴到無得談。核心就得一條，所有未經過徹底高溫煮熟嘅肉類、家禽同埋生雞蛋，一律不准入境，無例外。聽清楚未？無例外，唔好同我爭論說我帶嘅好新鮮，我只係帶少少自己食。海關根本唔會理你食唔食、壞唔壞，佢哋只睇一樣嘢到底有冇徹底高溫煮熟。具體嚟講，街市買嘅生豬肉、生牛肉、山羊肉，仲有活雞、活鴨、活鵝，哪怕係宰殺好嘅生家禽，全部都唔可以帶。你咁帶，當場就幫你沒收。隨後一張罰單開過嚟，起步價就係幾千蚊。仲有我哋平時好鍾意買嘅新鮮生雞蛋、路邊攤嘅土雞蛋、超市嘅柴雞蛋，哪怕係嗰啲流心溫泉蛋、未煮過嘅鹹蛋同皮蛋，全部都在禁止名單入面。唔好以為皮蛋係醃製過就冇事，只要未經過徹底高溫滅菌，一律唔得。更慳嘅係咩？好多人以為速凍嘅半成品嘅就冇事，錯，大錯特錯。超市買嘅嗰啲未煮熟嘅速凍水餃、生雲吞、生湯圓，仲有打邊爐用嘅生肉丸、肥牛卷、肥羊卷，哪怕包裝得再靚，只要係生嘅、未煮熟嘅全部都唔可以帶。仲有嗰啲大家睇見都流口水嘅新鮮炸魚皮，睇落好似熟咗，但其實未經過徹底高溫處理，一樣唔帶得。過年過節大家鍾意帶嘅臘肉、臘腸，不論係自己屋企曬嘅，定係大超市買嘅，只要未徹底高溫煮熟，哪怕係真空包裝，都絕對不准入境。我親眼見過一個阿婆喺內地帶咗2斤臘肉返嚟，話係買俾孫仔食，結果喺海關被查到，直接罰咗3000蚊，2斤臘肉全部沒收。阿婆當場喊到梨花帶雨，話呢啲臘肉貴過黃金，真係得不償失。有人就會問，嗱，我真係想帶啲好嘢食返嚟，到底有咩方法呢？有，但必須滿足一個絕對條件，徹底高溫煮熟，而且係可以直接入口嘅熟食，例如店裏面滷好嘅滷水鵝、燒鵝、燒鴨，一定要燒到透一透，連骨縫入面都冇血絲先得。仲有嗰啲完全熟透嘅茶葉蛋、滷蛋，真空包裝嘅滷味，只要係正規廠家生產，有完整標籤、生產日期同保質期，而且係徹底煮熟嘅，就可以順利帶過關。這裏有個核心重點，大家一定要死死記住，千萬唔好抱有僥倖心理，去買嗰啲表面熟咗，但裏面仲有血絲嘅嘢，例如白切雞。好多人覺得白切雞就是要食個鮮嫩，骨髓帶血先好食，但你帶過關試下。之前就有個網友帶咗半隻白切雞返香港，話係自己食。結果被海關檢測出骨髓裏面仲有血絲，未算徹底高溫煮熟，直接重罰2026年最新標準嘅5000蚊，5000蚊呀，夠你買50隻燒鵝，有找啦！呢個代價你受唔受得起？講完食嘅，我哋再嚟講講煙同酒，呢個更加係違規重災區，特別係各位煙民同喜愛飲兩杯嘅朋友，千萬唔好踩雷。好多人都覺得香港係免稅港。
帶少少煙酒返嚟好正常，甚至覺得我自己用怕咩啊？我同你講呢度面嘅門門道道比你想象中多得多，踩錯一步就係高額罰款。先講酒類，規矩非常明確，記好兩個必要條件。第一，你必須年滿18歲，呢個係底線，未滿18歲帶任何酒都係違法。第二，你在內地停留嘅時間必須超過24小時，只有同時滿足呢兩個條件，你先可以免稅帶一升酒精濃度超過30%嘅烈酒入境。注意係一升，多一滴都唔得。如果你只係當日來回，例如早上深圳買嘢，晚上就返香港，停留時間唔夠24小時，咁你帶任何酒精濃度超過30%嘅烈酒，都必須主動行紅通道申報。如果不申報被查到，罰款起步價就係5000蚊。完全冇得商量。有人又會講，我帶嘅係啤酒、紅酒，酒精濃度未超過30%，總算冇事吧？都唔係。雖然啤酒、紅酒嘅酒精濃度低，但如果你帶嘅數量太多，例如帶10幾20支，海關一樣會認定你係商業用途攞嚟賣嘅，到時一樣會收兼罰款。所以喜歡飲酒嘅朋友帶酒返嚟適可而止，符合規定帶1-2支自用就無事，千萬唔好貪多。再講講煙草，呢2年嘅規定嚴到令人髮指，比酒類仲要嚴格得多。首先一樣要年滿18歲才可以帶，其次每個人只可以免稅帶19支香煙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係19支，連一整包20支都唔夠。你多帶1支，哪怕只係帶咗一整包20支，只要你冇行紅通道申報，被海關查到就係高額罰款加沒收。我之前見過一個煙民，覺得19支邊夠食，偷偷地帶咗1包20支過關，結果被海關抽查到，直接罰咗2000蚊，連嗰包煙都被沒收埋，真係蝕到入肉。仲有最重要嘅一點，香港現時係全面禁止電子煙及相關產品入境，不論係電子煙設備、煙彈、加熱煙，定係電子煙嘅充電器、零件，只要係同電子煙相關嘅任何嘢，一律不准帶。哪怕係你自用嘅，哪怕只係一個空煙彈，都絕對唔得。一旦被查到，唔單止要罰幾千蚊，仲隨時要上法庭受審，留下刑事案底。呢個案底會跟你一世，影響你以後出入境、用工，甚至影響埋你子女嘅前途。唔好以為自己藏得好，海關查唔到。而家海關查電子煙比查其他違禁品仲要嚴，你根本藏無可藏。接落嚟，我哋講講動植物相關嘅部分。呢一部分最容易被大家忽略，但往往處罰係最嚴重嘅，輕則罰款，重則坐監。好多街坊北上玩，見到靚靚嘅花草、得意嘅小動物，就想帶返香港養，覺得咁細件又不佔地方，海關邊會查呢？大錯特錯。香港對動植物入境嘅規定係為咗防止傳染病同外來物種入侵，保護本地生態同公眾健康，所以嚴格到冇得傾。只要你踩中紅線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先講植物，好多人鍾意帶些少花草、盆栽、多肉植物返嚟裝飾屋企，例如蘭花、仙人掌、豬籠草同各式各樣嘅多肉。呢啲睇落好普通嘅植物，其實絕大多數都係禁止入境嘅。點解？因為好多植物屬於受保護嘅物種，而且盆栽入面嘅泥土極其容易攜帶各類病蟲害，一旦帶入香港，可能會對本地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打擊。所以香港法律明確規定，任何帶有泥土嘅盆栽、花草，一律禁止入境。另外，就算係一啲保護物種，哪怕你洗乾淨根部，唔帶泥土，都必須持有出口國發出嘅合法許可證先可以帶。我同大家講個真實案例，有一個年輕人喺內地買咗一盆好精緻嘅多肉植物帶返香港，結果喺過關時被海關攔截，經專家鑑定，嗰盆多肉屬於受保護品種，而且根部帶有微量泥土。嗰個年輕人當場被帶入海關房間調查，最後被法庭判罰1000蚊，仲留下咗違法記錄。本來前途一片光明，就因為一盆幾塊錢嘅多肉，人生留下了污點，真係太唔值。仲有一個阿婆帶咗幾株蘭花返嚟，話係自己種嘅，結果被查到係受保護蘭花，又冇合法證明，直接被罰款5000蚊，幾株蘭花被即場沒收，阿婆後悔到腸都清埋。咁有人問，水果同蔬菜到底帶唔帶得？一般情況下，新鮮水果同蔬菜係可以帶嘅，但有嚴格前提，數量唔可以太多，最好控制喺5公斤以內，而且必須係個人自用。咁樣海關一般唔會難為你，但如果你一口氣帶10幾20公斤，海關就會認定你係拿返嚟販賣，會即時沒收兼開單罰款。再嚟講講活體動物，呢個係絕對唔可以碰嘅紅線。
不論係小貓、小狗、烏龜、蜥蜴定係其他任何小動物，只要係活體，喺冇提前申請許可證、冇經過嚴格檢疫嘅情況下，一律禁止入境。香港嘅動物檢疫規定非常嚴格，活體動物必須提前申請檢疫隔離，拎到合法牌照先可以入境，否則唔單止動物會被即時沒收，你仲會面臨高額罰款同監禁。之前就有一位女仔喺內地買咗隻小貓帶返香港，冇辦理任何檢疫手續，喺海關被查獲，小貓被沒收帶去隔離，女仔被判罰款3000蚊。仲有嗰啲名貴中藥材，例如魚翅、花旗參、石斛、野生人參等，好多人想帶返香港送禮，但好多中藥材都屬於瀕危物種範疇。喺冇合法許可證明嘅情況下，一律不准帶入境。如果你偷偷地帶被查到，隨時會被控告非法進口瀕危物種，面臨最高監禁風險。所以買藥材之前，一定要先確認有冇合法證明文件。講完動植物，我哋再嚟講講藥物。呢個亦係極多香港街坊容易踩坑嘅地方，特別係經常喺內地藥房買感冒藥、腸胃藥、止痛藥嘅朋友，一定要非常注意。好多人覺得內地嘅成藥又平又有效，就大批咁買返香港自用或者分俾親戚，其實裡面嘅法律法規非常複雜。首先，普通嘅非處方藥，只要係合理自用數量，而且保留完整原裝包裝同說明書，一般係可以帶嘅。但如果你一次過帶10幾盒甚至幾10盒，海關就會合理懷疑你係未經註冊非法進口藥物進行販賣，會即時沒收並提訴。最重點嘅係受管制的處方藥物以及含有違禁成分嘅藥物，一律嚴禁攜帶入境。例如一啲強效安眠藥、管制止痛藥、精神科藥物等，如果冇香港合資格醫生開具嘅處方證明，絕對唔可以帶。仲有近年內地好流行嘅一啲含有大麻二酚或者大麻成分嘅精油、護膚品，大家必須萬分警惕。喺香港，大麻及 CBD 均被列為危險毒品，不論你帶嘅數量幾咁少，只要被驗出含有相關成分，就係等同跨境販毒，呢個係極重嘅罪名，會被即時拘留、提堂起訴、判監同留下終身案底。另外，一啲未喺香港註冊嘅注射用西藥、美白針、胎盤素等，通通都在禁止攜帶範圍之內。帶入境內唔單止沒收罰款，仲要負上嚴重法律責任。所以帶藥物過關，一定要睇清楚包裝成分。如果是處方藥，必須隨身攜帶醫生處方正本，咁樣先至萬無一失。接落嚟，我哋講講奶製品同現鈔。先講奶製品，帶奶製品返香港可以，但必須經過徹底高溫殺菌，而且有正規原廠包裝同標籤。如果是喺街市買嘅未經消毒鮮牛奶、未經過高溫滅菌嘅生牛油、生奶等，呢啲係絕對禁止攜帶嘅，因為未消毒奶製品極易滋生致病細菌，海關查到會即時沒收兼罰款。再嚟講講現鈔。根據香港相關條例，如果你身上攜帶總值超過12萬港元嘅現金、支票或各類票據，喺入境香港時，必須主動行紅通道，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。請注意，係主動申報。如果你冇主動申報而被海關抽查到，唔單止資金會被暫扣，你仲會被懷疑涉及非法資金跨境流動而被深入調查。之前有位老闆帶咗20萬港元現金返香港，冇申報，結果被海關搜出暫扣，仲被帶走調查咗足足幾日，耽誤咗重大生意，所以超過12萬港元一定要乖乖地申報。最後我哋嚟講講危險物品。防身用嘅胡椒噴霧、小型電擊槍以及煙花炮竹，喺香港法律下，通通被定義為槍械及彈藥或危險品。哪怕你帶胡椒噴霧，純粹係為了防身，只要帶入香港境內就屬於違法。仲有一啲日常工具，例如刀刃長度超過10厘米嘅水果刀，就屬於危險物品，禁止攜帶過關。打火機同火柴，每人一般只可以隨身攜帶1個打火機或1盒火柴，帶過多會被沒收。街坊們，我今日同大家講咁多，真真切切係唔想睇到大家因為唔識規矩、一時大意而搞到被罰錢、食官司、留案底。我哋北上消費本來就係為你開心，如果因為一時疏忽踩中海關雷區，被罰幾千甚至幾萬蚊，將之前慳落嘅錢全部賠返出去，真係完全唔值得。我喺呢度再同大家總結一下今日講嘅核心雷區：第一，生肉、生家禽、生蛋絕對唔可以帶；第二，未徹底煮熟嘅半成品、血絲雞、生肉丸絕對唔可以帶。第三，煙酒要跟足規定，當日來回烈酒要申報。
19支香煙係極限，電子煙全面禁止。第四，帶泥土嘅動植物、盆栽、多肉植物絕對唔可以帶。第五，活體動物、瀕危中藥材冇合法許可證絕對唔可以帶。第六，受管制處方藥、含 CBD 或毒品成分藥物絕對唔可以帶。帶處方藥要隨身附帶醫生處方。第七，未經高溫消毒嘅鮮牛奶、生奶唔可以帶。第八，攜帶超過12萬港元現金必須主動申報。第九，防身胡椒噴霧、電槍、煙花爆竹同危險刀具絕對唔可以帶。過關之前一定要仔細檢查行李，唔符合規定嘅物品，要麼處理掉，要麼寄返內地。千萬唔好抱有僥倖心理，記住呢啲規矩，祝大家順順利利、平平安安。希望今日呢些提醒可以幫到大家，也請分享俾身邊嘅親朋好友，讓更多人避開入境雷區。感謝大家。